呢一條片會講下 matrix representation，即係將一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變成 matrix multiplication 去處理。呢一度 L 係一個由 R3 map 去 R3 嘅 linear operator。第一支 vector x1、x2、x3 落去，透過運算會出返另一支嘅 3D vector 俾我。但我哋可以將佢變咗一個 matrix multiplication，寫成 matrix A 乘以 vector x 嘅 format。原來呢一個唔係巧合，所有由 Rm map 去 Rm 嘅 linear transformation L， 我哋都可以寫做 A 乘以 x 呢一個格式，而 A 會係一個 m 乘 n 嘅 matrix。問題係點樣有系統咁揾呢一個 A 出嚟？呢一度會介紹一個 theorem。根據頭先我所講，所有由 Rm map 去 Rm 嘅 linear transformation L， 都可以寫做 A 乘以 x 呢一個格式，而 A 嘅第 j 個 column 其實係將 vector ej 放入去 L 嘅答案，所以我哋只需要將 E1 至 En 逐個放入去 L 運算，就會砌得返我哋想要嘅 matrix A。第一個例子 ，L 係由 R3 map 去 R2 嘅 linear transformation。根據 theorem， 我哋分別計算 L1 會得出10，計算 L2 會得出11，計算 L3 會得出01。將3個答案放去一個 matrix 度，就會得出我哋想要嘅 A。所以 Lx 會等於 A 乘以 x。你可以嘗試將佢乘埋，你會見到答案同原本嘅係一樣嘅。第二個例子 ，L 會係由 R2 map 去 R2 嘅 linear operator。佢做嘅嘢係將一支 2D 嘅 vector 逆時針轉 theta 咁多度。同樣，我哋想將 L 用 matrix 去表示。我哋先將 E1 掟入去 L， 睇圖嘅話 E1 喺呢一個位置。逆時針轉 theta 咁多度，利用返少少出稿嘅知識，我哋會知道10會轉咗去 cosine theta、sin theta， 所以得出 L1 嘅答案。之後將 E2 掟入去 L， 同樣畫圖，本身 E2 喺呢一個位置，逆時針轉 theta 咁多度，利用少少出稿嘅知識，會知道01轉咗去負 sin theta、cosine theta， 所以得出 L2 嘅答案。兩個答案放埋一齊就會得出我哋嘅 A， 所以將一支 2D vector 逆時針轉 theta 咁多度，只需要喺佢嘅左側乘以 matrix A 咁就可以。結論係我哋可以用 matrix multiplication 去表示 linear transformation， 亦即係話唔同嘅 geometric transformation 背後只係一個 matrix 嘅乘法。好處就係電腦處理物件嘅動畫就可以利用呢一個方法去解決，背後只係做緊 matrix 嘅乘法。咁 linear transformation 嘅討論就喺呢個位置完啦。下一條片會開一個新嘅 topic。